早前我哋學校都舉辦咗一啲比賽，邀請幼稚園小朋友參加。現在有請鄧校長為我哋頒發皇冠寵物小烏龜親子填色比賽。首先頒發 K1 組別，冠軍係東華三院圍牆志紀念幼稚園陳思瑤。亞軍及季軍今日因事未能出席，佢哋分別係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潘靜陽，以及樂富禮賢會幼稚園梁樂希。請鄧校長與思瑤及家長一起拍照留念。呢隻係我哋學校嘅吉祥物嚟㗎，佢有名㗎，佢叫做黃寶龜。恭喜晒！請兩位到台下就座，請鄧校長留步。接住落嚟，本來我哋要頒發 K2 嘅組別嘅獎項，不過咧今日佢哋3位得獎者咧都未能出席喎。佢哋分別係冠軍東華三院圍牆志紀念幼稚園嘅梁海耀啦，亞軍東華三院圍牆志紀念幼稚園嘅邵千瑩，同埋季軍樂富禮賢會幼稚園嘅黃子斌。現在有請鄧校長繼續為我哋頒發獎項，接住係 K3 嘅組別，冠軍係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趙子明。幼稚園陳千晴。季軍係信新中英文幼稚園雷志遠，今日有事未能出席。請鄧校長與獲獎嘅學生同家長一起拍照留念。恭喜晒！請3位可以到台下就座，請鄧校長留步。接住落嚟頒發另一個活動咯喎，就係幼稚園復活節親子填色比賽獎項。首先係 K1 組別嘅獎項，咁冠軍同埋季軍今日咧都未能出席，我哋先請亞軍到台上先。佢係東華三院汪兆儀幼兒園嘅謝文欣同學，咁而冠軍就係信新中英文幼稚園嘅謝雨彤，同埋季軍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嘅陳奕生。好中意隻兔仔喎！好，恭喜晒，恭喜晒！請鄧校長留步。有請鄧校長繼續為我哋頒發 K2 組別嘅獎項，冠軍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余卓婷。亞軍及季軍今日因事未能出席，佢哋分別係保良局黃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朱子樂，以及樂富禮賢會幼稚園黃志斌。有請鄧校長與卓婷及家長一起拍照留念。恭喜晒！請兩位到台下就座，有請鄧校長留步。接住落嚟係 K3 組嘅獎項啦，冠軍係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嘅趙子明同學。咁而亞軍嘅港澳信義會石安紀念幼稚園嘅方業堂同學今日咧係未能出席嘅。嗱，我哋望住中央嘅大會攝影師。我俾隻可愛嘅兔仔遮住小朋友嘅樣喎。好，恭喜晒！跟住落嚟係季軍信新中英文幼稚園林可。好，請校長同得獎新家長一起。
教育局黃大仙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馮俊文先生為我哋頒發學業金獎。學業金獎係頒俾全年總成績全級第1名嘅同學。獲獎嘅同學係6A 盧思源。唔知大家認唔認得佢係我哋頭先其中一位仙女嚟嘅噃。好，請與馮先生一同拍照留念。好，恭喜晒！不過咧，要請馮先生同埋盧同學都留步喎。接住繼續有請馮先生為我哋頒發全級學業獎，第3次考試全級第1名6A 盧思源。第2名6A 蔡直希。第3名6A 林康瑜。林同學今日因事未能出席，3位同學亦獲得校友會獎學金。再次感謝校友會捐出獎學金俾獲獎嘅同學。恭喜晒各位獲獎嘅同學，請馮先生留步。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各班嘅學業獎嘅。咁呢個獎係頒俾除咗全級頭3名嘅同學之外咧，每一班咧成績最好嘅同學。咁我哋咧會團體拍照嘅。首先係6A 余浩明。6B 戴俊熙。6C 黃興權。恭喜晒！請兩位就座。我哋咧邀請兩位同埋所有嘉賓咧，同獲獎嘅同學咧拍照留念嘅。中間嗰個獎拎翻出嚟。係我哋展示個獎狀。係啦，好，大家落中間啦。預備3、2、1，笑。好，恭喜晒3位，成先到台下就座。現在有請教育局新來港兒童支援分組教育主任、學位安排及支援生呂慧玲女士，為我哋頒發第3次考試學科優異獎。呢個獎係頒俾各科考試成績最好嘅同學。首先係中文科優異獎6A 盧思源，盧同學同時獲得常識科優異獎。英文科優異獎6A 林康瑜，林同學同時獲得黃大仙官立小學獎學金。今日同學因事未能出席。數學科優異獎6A 蔡直希。普通話科優異獎6B 何哲。資訊科技科優異獎6A 曹雅。體育科優異獎6A 蔡志。視覺藝術科優異獎6B 黃欣怡。
與嘉賓一同拍照留念。好啦，我哋個獎同埋獎狀咧，盡量擠喺胸口嘅位置，唔好遮住個樣喎。仲有我哋要展現最燦爛嘅笑容。好，大家望鏡頭。恭喜晒各位獲獎嘅同學，多謝呂女士為我哋頒獎。現在有請家教會主席陳楚珍女士為我哋頒發獎項。首先係第3次考試嘅學業進步獎，得獎嘅同學有6A 線聲樂。6B 戴俊熙。6C 楊德仁。以上3位同學咧都會獲得家教會嘅獎學金嘅，我哋在此特別感謝家教會對同學嘅嘉許。好，請2位就助我哋先拍張合照。恭喜晒清陳女士及線聲樂都留步，因為接住落嚟咧，我哋就會頒發第3次考試嘅英文科學業進步獎嘅，得獎嘅同學當然就係6A 線聲樂。6B 劉雨彤。6C 陳洪卓南。好，請2位就助我哋同獲獎嘅同學拍照留念。我哋望住鏡頭，預備。中央位置，我哋攝影師。好，恭喜晒獲獎嘅同學，請陳女士繼續留步為我哋頒獎喎。接住係頒發操行獎，獲獎嘅同學有6A 黃子珊。6B 葉晴瑤。6C 陳瑩瑩。請2位嘉賓就座，一同與獲獎嘅同學拍照留念。我望住中央攝影師，笑。恭喜晒，請陳女士留步。接住係頒發服務獎，獲獎嘅同學有6A 林玉軒。6B 鐘浩正。6C 李俊廷。請2位就座，一同與獲獎嘅同學拍照留念。預備，望鏡頭，笑。好，中間同學得低少少。
校友會主席梁群秀女士為我哋頒發校外嘅獎項。首先要頒發嘅係2025年全港小學航空比賽嘅獎項。6A 蔡靜希。6A 凌浩然。6A 林玉軒。6A 余浩明。6A 蘇海龍。6A 黎思維。6A 曹雅。6B 邱藝慧。同埋6B 嚴嘉怡嘅。好，請兩位就座，我哋同同學拍張大合照先。點解我冇講獎項呢？而家嚟啦，因為佢哋係一齊獲得 X-Plane 模擬飛行比賽嘅金獎、MS Flight Simulator 模擬飛行比賽嘅銀獎、航空知識問答比賽嘅銅獎，以及係飛機塗裝設計比賽嘅銅獎嘅喎。咁係咪值得一啲熱烈嘅掌聲呢？望住大會攝影師，展現最燦爛嘅笑容。好，恭喜晒咁多位！我哋再請梁女士為我哋頒發獎項。接住係頒發毅行愛心獎學金計劃2025黃大仙區獲獎嘅同學有6A 盧思源、6B 黃欣然，兩位同學都獲得毅行愛心行動獎學金。有請兩位就座，我哋一齊與獲獎嘅同學拍照留念。好，望住大會攝影師。我哋望住鏡頭。恭喜晒！請梁女士同黃欣然同學留步。接住落嚟頒發2024至2025年度黃大仙文字獎學金嘅，咁6B 黃欣然同學就係獲得小學組最顯著進步獎嘅。好，請與嘉賓一同拍照留念。恭喜晒！我哋請梁女士留步。接住係頒發我要讚佢最值得表揚學生獎勵計劃25至26 6A 林玉軒獲得最值得表揚學生。請兩位就座，一同與獲獎同學拍照留念。恭喜晒！請梁女士留步。接住係頒發2025第8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6A 曹雅獲得全港青少年進步獎。請兩位就座與獲獎同學拍照留念。
喜晒，多謝晒梁女士。現在有請黃大仙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專員何永君女士太平紳士，為我哋頒發黃大仙區青年中式步操升旗比賽，獲獎嘅同學有6A 蔡志、6A 薛星月、6A 周正東、6A 馬一瑤、6B 張欣月、6C 楊德仁，佢哋獲得小學組殿軍以及心繫家國中式步操比賽小學組嘅金獎。